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依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个大家拍一招呼。你好，盛虹来了。阿德好，大家好。我是阿德。咱今日搁转来，今日搁继续来讲故事。讲故事进前，先来感谢一个赞助。咱即届有收到一个赞助，我袂甲你讲对无？咯。我有收到一个赞助，伊有留话互咱即个人做阿斌。阿斌我无熟悉啦，但是做阿斌。你的即个 email 伊的电子信箱伊即个。email 顶管的看起来应该是伊手机号码啦，但是我都无敲电话互你，莫甲你惊到，我毋知这啥伊有留话伊讲伊甲即个节目音量甲放大，放伫即个蓝牙蓝牙边讲拿个嘛可以啦，喇叭啦，无伊毋是用耳机，用喇叭伊放咧喇叭放出来，互伊扩音啊，是，互87岁的妈妈听，我真足友好呢，希望除了妈妈听以外，妈妈听了会欢喜啦，希望妈妈听了会欢喜以外嘛，希望你家己嘛做伙听，甲妈妈做伙听，做伙讨论。你妈妈是讲台语就对啦，嘛才会听有嘛，还是你互伊趣味听无诶？应该是会听有啦，87岁若是较在地老岁仔人时代应该加减拢听有。可能妈妈较介意听即个台语的频道但是我你想可能是惊妈妈就是即个电台听济会开始甲你卖药我听咱拢无卖药卖药台真济咱遮无卖药所以拢会使放心，足顺的，咱就用较顺。嘛感谢你的赞助安尼咱最近有啥物代志无？前两天毋是前两天前两集前两集咱就来讲到即个台语的俗谚台语的俗谚谚语我今日甲人嘛伫开讲的时阵嘛有即个有朋友讲你的声听起来足适合去演即个8点档我就讲有适合无适合我是毋知啦但是即个记忆的部分可能就较背剧本太忝嘛咧因为嘛有一寡朋友甲做一道的所以就讲你尤其像即个像闽诗啦或者三立啊即款电视台因的因拢以台语为主因的台语无啦，话嘛拢直接好无好，咱先按一边咱莫讲但是伊敢若即个时间本身就是一个足赶紧的、足逼的一个工作的形式所以凡说若较赶时，你1点钟来，你就爱随备好，搁落压。迄话拢讲做迄个小烫烫的现出来的这嘛真有名嘛咧电视台即个尤其咱即款电视剧啥拢有些现写现拼反正现场甲拄写好拄改好，实在嘛演员嘛太厉害了，讲莫讲是，所以我想这点对伊来讲可能就会较为难较为难一丝所以无迄个时间互你去准备来讲可能就较困难一丝咱反应无较好啦迄压力足大我看大概你若详细甲看啦连续接2-3档这演员大部分拢小可会走精毋管你身体欠蛮气混安那看这条啦腰纹啦腰纹讲实在看袂掉，因为迄个压力实在伤大，生活无够正常。真济演员有些嘛拢爱讲有诶较拢爱休困者，你若无休困就一档身体袂好势嘿啦。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啦，趁袂着食袂着迄就真麻烦，迄就无好，拢趁去食药就无意义对啦，无意思人讲吼啦，摕迄落去买滴管，迄落咱调医生用，咱家己买滴管较好啦，莫定调医生用啦。嘿啦，咱家己
对，保护好家己较重要啦，嘿啦钱趁钱有限啦，无莫伤迄落嘛，较莫影响到家身体啦，莫伤过头。对啦，嘿，所以咱想咱就是好好过生活就好。对了。哦啊，赶快对咱讲一个，感谢对咱即个阿斌的赞助。哦，多谢你哦。嘿，来讲转来咱今日的主题，咱今日有一个我感觉真趣味的主题吼，这是我伫看册时阵看到的，就是讲台湾人洗身躯的习惯。对，其实过去台湾人真无爱洗身躯哦。是安尼哦。来，宜兰人安怎讲洗身躯？洗婚书，嘿，无错吼，洗婚书吼，是咱今日讲。你甲我考，毋过我讲真经，我毋捌去注意讲，我当时爱洗身躯，还是爱洗婚书？毋过我计算，我是毋是捌介绍过洗婚书的婚书是要安怎使用的？婚书甲身躯无完完全全共款意思。讲过啦，袂记起啊啦，还搁去头啊，搁去看。无紧你就若袂记咧，家己等于回头吼去听。好，来，咱今日来讲洗婚书的代志吼，这个代志其实主要是出自一本册，或者台湾史不胡说。吼，就是即个台湾历史无甲你后白讲吼，即个即本册啊，当然伊是讲一寡内底主要就真侪日本时代吼，主要伊重点是可能日本时代即个台湾人生活的方式的介绍吼，因为过去伫清朝时期吼，毋管是毋是清朝，反正就是即个日本统治进前的汉人吼，咱讲台湾人其实原本嘛是为真侪人是为即个中国过来的，对啦。因过来了后，即个主要咱讲漳州人啦、泉州人吼，因的生活习惯一直到台湾挂娘互日本了后，生活都产生真大的变化。因为日本迄个时阵已经经历过即个明治维新的时期，明治维新是，伊接受真侪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生活习惯，所以嘛，甲即个习惯带来台湾，当然就会产生真侪对台湾的环境就产生真大的变化。无共款的生活方式去，所以当时的台湾人当然嘛会看到无共款的物件，无共款的学习嘛真侪讲原来是安尼吼，当然嘛真侪文化的冲突啦，吼，讲哪有人安尼吼，都无习惯啦。是，所以就会有即个问题安尼。所以就较特别安尼。像咱即摆要讲的即个洗身躯吼，就洗婚书吼，进前包括咱进前捌讲过即个日本人学台语的代志，会记得吼。当伫即本册内底嘛拢有写着。就咧讲即个日本时代的代志，伊内容非常趣味啦。这是由即个蔡慧萍蔡慧萍嘿，频率的频，就频率的频啊，慧是即个草头慧就是一个温辉，应该是温辉的辉即个邓慧文的慧顶管个加一个草头草字头，草字头啦，都蔡慧萍所写的。伫遮嘛顺续来甲大家做一个推荐啦，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会使去买。当然咱伫咧遮做即个台语话故事的单元那毋若敢若讲甲这册内底内容念出来，安尼都无意思对我念互大家听以外，其实内底真侪即个吸收整理嘛会做各种的即个补充，或者是我的个人的看法我会用我认为较适合的方式来互大家会使了解即个主题安尼。嘿有我家己的角度，我家己的想法，还有一寡补充凡说册内底无写着，或者是册内底我认为讲内容讲的，我会使用重新调整成较适合用听的方式，来甲大家来分享安尼。分享我都歹讲享这个分享拢可以啦，大家拢听有啦其实咱若要洗身躯，其实算讲真方便你水道头拍开，水就流出来啊。热水炉啊，热水器热水炉免以早爱去喝茶用呼噜的当免啦。反正你是水道头拍开就有啊。毋过伫遮补充一下，咱讲水道头流出来就是水道水。对吧？咱是毋讲水道水甲开一个，水道靠存一个，或者我拢讲水存安尼。对，我当面嘛讲到即个代志所以即个水道水就是咱的即个自来水。你讲伊是用地下水还是水道水？当然你当嘛有人讲写自来水嘛有啦。一般拢有讲啦，拢会使啦。嘛是受到较侪影响啦。过去像我较早细汉时阿祖就是讲水道水，伊就习惯安尼讲，因为较早确实是因为做即个水道设施较有诶。当然即个水道水的来源是来自即个日语水道水。水道水就是水道水，伊汉字就写水道水。因语言拢伫因因为即个水道设施嘛是日本人起的日本人迄时阵来寻才有即个物件。
所以当然咱就是照伊的即个当时时的即个字或者是即个发音来念安尼，所以流出来。为即个甲水道水流出来，即个头当然就是水道头。水道头。嘿，当然华语会讲水龙头，对无？你水龙头拍开即个，就是安尼。那即马当然嘛，有的人会照念，就除了你讲水准啊即款讲法了以外，嘛有人照念讲水龙头，嘛有人会安尼讲，是，对，应该讲较华语化了，有的人嘛安尼念。老岁较会讲水准啊，嘿，水准啊，水道头。对，是不是？不要紧就是其实有的念法是伊原本就有，当然啦，原本有啊，伊嘛有法度表示伊该有的意思，咱嘛无一定讲啥物物件拢爱甲转变啦。比如讲水准啊，听起来就简单，准就是甲准开嘛，对啦，有些保留一个嘛，有一个趣味。你甲准开水就来，所以水准啊，就是简单的一个，一听就知影伊的意思。或者是咱讲水道头，水道上尾啊，即头的所在嘛，出水的所在。这款拢有，你有想着讲还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讲法无？我大概就是安尼啊，水准啊，水道头啊。加较华语就讲水龙头，水龙头点对我毋捌讲，所以少年人较较定安尼讲，我捌听过。但是主要就是以水道头甲水准啊较济啦。对啦。这两款为主。所以咱来补充这个莲蓬头。唔捌用过对吧？咱都讲莲蓬头，莲蓬头，要哪讲？我嘛唔晓讲。唔捌用过唔捌讲过，唔是唔捌用过，用大家去用。我写以前日语是讲，小娃啊，你要讲小娃，小娃迄个是淋浴的意思啦。对啦。嘿，但是你若是要念吼，有几款讲法啦，一个叫做莲花头，你莲蓬头其实迄就是莲花中迄，华语叫做莲蓬，但是台语就是贵州就是莲花嘛，无敢若是无分解遮清楚，所以是莲花头，迄粒就是莲花头啦。就敢若莲蓬本身就是莲花头的意思，就安尼讲。毋捌听人讲即个问题咧。嘿，还有另外一款讲叫做莲波头，莲波共款就是伊汉字是写包花包的包，或者莲波头的意思是共款莲蓬的意思啦。所以讲你若讲问这个问题是真困扰咧。总是大家爱习惯讲有的物件，尤其是逐工生活伫用的物件。是啊，就拢惯势，拢讲做迄度淋浴啊、莲蓬头啊。你的头个摕喷喷的，做抓抓的、蓝蓝对，都是安尼讲俩。但其实总是有一个伊家己的词通好使用啦。我讲这大家会使去试看卖。我讲你爱创作就对啦。电脑比如讲你比如讲咱你听，就比如就是有少年人你换你回头去问你的即个阿公阿嬷。对，伊可能袂晓讲，但是你会使甲教，对无？我讲大概拢你教我教，即个换你教我甲你教一个。换人一个吼。既然你毋知要安怎讲嘛，无迄个讲啥物物件，一定是想讲较准算嘛，对无？我来甲你换，我来甲你教。逐个以后伫咧开讲伫讲话的时阵，两个有一个共同交流啦。我伫讲即个词的时阵，你知影啥物意思？你讲我嘛知影啥物意思，安尼就可以啊。安尼就一个交流啦。这就是使用嘛，语言的使用就是安尼。过去其实即个水道的建设还未做起来，真正台湾人真正是会使讲无啥伫兴洗身躯的，无方便嘛，像你讲的爱兄请茶，兄烧水，拢用汤啊兄啦，迄落大骹迄个，伊早做啥？嘛毋是用大灶去兄烧水啊，嘛有迄个较古早，尾嘛有用迄个大骹桶。敢若迄个，嘛毋是面桶哦，比面桶搁较大骹，嘛是浅浅，但是伊足大骹。对啦，嘿，对，用虾桶，虾就是匙啦。对啦。歹当古虾，迄个虾就是匙。台湾其实过去虾用真济。虾甲阿鲁米无共吼。嘿，阿鲁米是铝。咱真济管啊，比如铝管就是阿鲁米亚的管啊，阿鲁米。但是咱若是过去真济像即个。肉肉，咱就是水胶水那个水壶。对，但是伊是来做日记啦。我记台语嘛有另外一个讲法，但是我细汉。阿花啦，讲阿花啦。讲什么酸水酸啊？酸，毋知影。酸汤啊，酸汤。毋捌听安尼讲。有即款的讲法，但是因为我家己细汉，咱家族细汉，我细汉时就是拢会讲肉咯，就是变成讲。
为日语伊佫变成日语变成台语的一个用法来共款意思，一个名词啦。嘿，所以阮遮是拢讲肉咯。即个肉咯过去真侪所在都是用即个写做的，对，就是用丝做的。对，伊早有迄种诶。是，所以即个即嘛拢用塑胶做诶。塑胶为主啊。你若要较重诶话，铁啊啥加减嘛有，但是大部分就塑胶。啊，写真少啊。当有拢爱一寡较特别的店超工要保留即款技术诶。变成讲，迄个物件都无俗啊！当我捌买过一个我摕来种花用诶，毋是要压花，是种花，伊无真正拍空啦，就是做迄个造型安尼写做诶。迄个一个都几落百块，细细啊尔，敢若一个杯啊，即嘛就变做一个艺术品啦，艺术品共款当然纪念品敢若艺术品安尼所以因为当用写较少啊啦，过去所以讲一定贵嘛。这就是写席。对，这个大概知影即个了解。咱当讲即个因为大家无像洗身躯是因为第一步遐方便嘛，毋是讲像当你水道头还是水船拍开就有啊。第二就是生活惯习嘛无共款啦。比如讲平是台湾人像即个客人因第一是因的女性查某是无白骹，过去抑个清朝时期其实抑个流行白骹嘛。骹即个骹不方便，真不方便，还是要绑，还是要绑，永远拢分袂清楚，哪物绑哪物绑安尼吼。但是像客人是无即个习惯因本身是无伫绑骹，所以要烫要啥就较方便。对。过来因就会较愿意用即个洗身躯因为较免讲你若绑骹爱偷迄个人伊在讲我妈裹脚布，又长又臭安尼啊，无错偷遐就偌久啊！你后再过来包，哇！时间太济哦。过去无方便啦你若好多人伫台湾，就像咱定讲即个漳州人啦、泉州人啦，都真无爱洗身躯，卫生习惯嘛就无好。爱改进。是到底咱讲无好是偌无好咱来记一个。即个日本时代初期有一位做即个。佐仓顺三佐仓顺三即个警察伊是一位日本警察伊是为即个1895年就是台湾挂让互日本清国挂让互日本的即个头一年就来到台湾伊一踮伫台湾就踮3年，去过真侪所在，休假伊就四界拍照，当作敢若观光安尼，兴佚佗安尼。去过高雄凤山台北大稻埕、景美，咱之前要讲到景美，就景美过来宜兰罗东嘛有够。安尼不哩厉害咧，四界走哦。甚至是外岛像澎湖。台南的即个安平嘛真非常侪所在就对啊啦。澎湖伊嘛拢有去甲遐。拢伫旅游啦。有世界游览安尼。伊就即个过程中伊就家己真侪即个观察，家己想法用汉文写落来，用汉语毋是用日语非常厉害。一个即个1903年的时阵，就伫咧即个日本有出版一本叫做《台风杂记》。台风毋是风台风，但即个台风是台湾的风俗。做台风杂记，就杂记啦，就是伊看到啥就记啥，写伊的想法。伊无特别日记的意思是看到的物件就甲记录落来安尼。伫咧即个台风杂记当中就记载讲，即个因为写文言所以我可能要用较文言的方式念互你听。说台人不要不知误会，凡自饮食器具至家食整治。定爱对则发意后而不好介意，请教之阮肌肤不思莫也可怪啊！即个白话即真歹念啦，念都嘛听无对无？无紧你迄字安尼念规暝呢，甲做一回正经字无互我看着可能我嘛看无。袂啦，来我白话来讲伊即内底有一个较特别特殊的字伊是讲即个发意后就是即个臭。汉字写臭有两款念法，一款叫做草嘛，咱定用的是草。草的草。但另外一个字念做嗅，一个发音念做嗅。嗅觉迄个嗅。甲嗅共音嗅共迄个嗅即个嗅其实是伫咧文言内底定定使用的易臭因为其实像即个华语内底嘛有即个音华语讲乳臭未干，毋是乳臭未干。对啦，就是泥嗅所以乳臭伊台语叫做泥嗅。你就是冷啦，拢会使你念你念冷拢会使就是即个你讲乳臭的时阵，其实念泥嗅
毋是粘草，无共款这个所在是念发异较嗅，好听。发异嗅字不合甲意，就是讲伊白话来讲就是讲当时台湾人真太高，厝内底用的太高就是垃圾，垃圾吼，厝内底用的即个杯啊啦、碗盘啦、铜鼎啦，甚至井水、水池啊，都犹在伊卡即个骹顶卡土粉，甚至拢用臭面膜啊，嘛拢无感觉。安尼伊在人照常使用啊，杯啊乌糟糟，拢袂迄落，那要即马惊死。对对对，碗盘乌糟糟，杯啊乌糟糟，甚至拢臭味啊嘛，照常伫用，都无感觉，而且规身躯规分丝全身。伊有看到哟，伊着观察嘛，四界拍拍走啊，甲遮人斗阵啊，讲嘛拢无伫说啦，伊认为讲有够怪奇诶，安尼，那这台湾人诶习惯遮歹安尼。因为因逐个拢无感觉嘛。因为日本本来就因较早西化了，因诶真侪制度拢改变啦。过去因为反正嘛无晓迄落，但是因为开始有水道建设，有即个工业等等所以因环境就无共款啦。有去注意，变较西方化诶感觉。外在诶物件呢？所以即个意思是安尼伊内底有讲到即个木役，咱拄仔讲不惜木役，不惜木役的，毋是即个木役，就是我想看卖要安怎讲？要来解释即句话安尼啊？沐浴，木就是用蓝的，役就是用金的。所以像咱洗身躯、洗粉丝是毋是两款方式？你用莲蓬头，咱讲即个莲花头，或者是莲波头，就是。淋伫身躯诶，做淋浴对无？另外一款，你若去浸，用浸诶，厝诶有即个液做诶对无？你浸伫内底，泡澡，咱是华语就讲泡澡，就是用浸诶，液就是用浸诶，就是这种款。当然即个时阵，即个日本警察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伫咧看台湾人，当然是安尼。伊是以家己即个日本外文化为自我中心啦，去研究日本，去研究台湾的即个文化，作为日本人殖民的参考，殖民殖民的参考。就是讲你是被殖民的人嘛，你是阮统治的人，我家己是即个祖国的人，即个祖国毋是中国，即个祖国是日本内底。但像我是主人共款，你是来做个不一样。所以你敢若看一寡新式的物件，迄个感觉。共款。所以你若要讲当时台湾人无兴洗身躯是倒位毋对，其实嘛无啥公平，因为迄个时阵的时代，迄个环境嘛无啥共款，所以袂使完全安尼讲。不过至少咱会使伫咧记载内底看到当时台湾人的一寡生活的方式。安尼伫咧现代来讲来看其实嘛讲真趣味原来过去台湾人是安尼安尼伫生活的。对啦，迄就做历史啊。是啊，无错。其实当然台湾人无爱洗身躯，总嘛是简单即个清洁一个，加嘛是爱尤其是咱定定会讲即个洗骹手面。听过即句话我细汉时阵都真无爱洗粉丝，但我即马逐工拢有洗逐工洗到最清气。我不予置评。尤其是寒天的时阵较早我像我厝内有阿祖伫咧时阵我就定爱讲天气寒，无想要洗粉丝啦衫一烫都寒到要死寒死死啊，加冷水。伊只嘛比较较厝诶，敢若拢较凉凉伊就会灌一桶烧水来讲，无你嘛，即个骹手面仔骹手洗洗，重要保温洗洗七的，洗七的，就是做洗骹手面，即款讲法。台湾人足趣味你无要洗身躯加就是安尼洗骹手面尔规身躯全洗，毋是讲你七的都无代志，迄是暂时多一个会使，你规年烫天拢安尼七，毋是办法，佫毋是逐工七。对无？应该无可能讲规年烫天啦。就是因就是定定安尼无兴洗身躯较重要时阵才会洗身躯所以即个衫就较够垃圾。你规身躯洗嘛，伊佫油又佫迄佫有味。所以台湾人虽然无兴洗身躯，足接洗衫。换衫啦，表示讲我有迄落啦。因为你衫就较袂有味嘛，换
新的换新的，洗好清气都无味嘛。人嘛啊，拢无你管你家己身躯有味，啊，拢敢若顾即个衫有味无？无啦，啊，你若衫换过嘛，看袂出讲你当有洗无洗。其实某一部分嘛是看会出来啦。系啊，你味加减你身躯嘛是有吼，但是管他你是即个溪仔墘啦、水圳头啦，也是即个沟仔边。只要有活水的所在，都有人伫洗衫。其实一寡庄脚所在，一直到即马你加减嘛会看到人伫沟仔边洗衫吼。我你定定看人摕即有人洗衫吼，佮摕一支即个棍啊，伫遐拱吼。我捌做过。你嘛捌咱咧洗过就对啊。无啦，迄时吼去厝边去洗啦。去体验就对。以前去阮的外妈外公遐吼，伊边啊就是沟啊，因早期阮咧阿舅啊今面拢伫沟啊遐用水，衫吼拢分一桶一桶。用迄个面桶的呀，有诶用赤桶，应该咱讲伊早寒迄个做赤，嘛会讲赤桶啊啦吼，底衫就一桶两骹呢，去遐洗，我伫遐讲，真早起啦，对，刚伫遐讲安尼。伊早就是拢伫沟仔洗啊，对，伊早无迄落洗衣机啊，有诶较固定甚至会做即个洗衫帮个固定伫迄个沟仔边真好势咧，嘛真趣味咧，毋过即摆。已经无即个物件较少啊！即马可能较装卡啦，吼，有诶小可装卡所在加减诶。有啦，少迄水拢足清诶哦。嘿，问题是即款做法就是足趣味嘛，你家己身躯无洗，敢若顾洗衫，衫拼命洗，嗲讲，问题是你身躯可袂洗清气，你永远衫嘛袂清气。像你讲诶。衫裤脱掉，哎哟，寒死啊！就阿莫洗啊，或者外衫着好。对啊，问题这就是叫做地漂无地本嘛，吼，掠古走弊嘛。对啦，即摆就是讲古早诶代志啦。对，当然进入到即个日本时代了吼，洗浴吼，就是洗身躯即件代志就开始实行。洗浴嘛有人安尼讲吼，就是开始实行。日本时代了，因为日本人甲即个洗浴的文化吼带入来咱台湾吼官方开始就伫世界起做即个浴场、浴场吼，浴场就是公共澡堂迄款的吼。所以讲咱即满遮尔济尾爱泡澡，就是安尼来款。嘿，甲迄有真大关系吼。其实拄开始吼，有法度安尼起吼，起即个浴场啊，甲台湾四界拢是温泉有关系。像当时就是台北州即个草山就是咱阳明山，阳明山迄个所在，对，即个草山会馆拄开始敢有草山，嘿，较早是草山，过来北投，北投温泉有名诶，过来大溪嘛拢真有名，迄个时阵就有啊。迄个时阵大溪嘛是算台北州哦，宜兰地区拢是属于台北州。所以宜兰这边的议员，其实宜兰人若做议员嘛是台北州的议员，是台北的议员哈。那当时就是安尼吼，过来像即个台南州的关仔岭，关仔岭伫咧即个温泉方面嘛是真有名嘛，大家去遐浸温泉。不过关仔岭的温泉，迄水是落的，无共款的泉的温泉水就对，温泉真侪款啦，即个高雄的较早有即个高雄州，高雄州的即个四重溪。四重溪过来台东厅池本，咱讲去池本真有名过来花莲港厅就是即个花莲港厅，较早在花莲港厅，即个有一个所在做水水，我用台语念可能大家较听袂出来是瑞水，无错，这厉害，你竟然听出来是瑞水。因为我有去过，我知影。伊嘛开始讲水水是不是？我是无去注意听，但是你讲我听有啦。对，瑞水嘛有温泉，真侪所在拢有温泉。花莲我嘛捌去过即嘛真侪啦。这个所在拢是靠温泉来起即个公共浴场，浴场安尼。若无温泉的所在要安怎创？差不多意思事实上，即个日本人来到台湾了，就发现讲，你有一个所在讲无对咧，你讲温泉，咱迄个要去太平山遐无？太平山。九之泽迄是后壁的代志啊，迄是后壁。我当时讲的是讲当时，伫咧日本时代有遮个所在就已经开始开发温泉真有名。九之泽迄是搁较后壁，你半山腰是较后壁的代志。伊早做仁泽，仁泽温泉温泉。来，事实上日本人来到台湾了，就发现讲，台湾呢完全无即个水道的设备，无想到讲真浓哦，即个所在安尼才恐怖呢所以因来到台湾第2年，第2冬因就伫即个淡水开工，伫做水道淡水的时候开始。真个感谢你当然是为着伊家己的方便啦，但是当时的建设确实袂使讲甲因无关系，确实真侪物件是因基础是因拍落来，这嘛无毋对。所以嘛会使讲，就是可能因为安尼有诶人对日本嘛会较有好感，或者是讲
当然伊的统治还是伊的即个对台湾毋是讲全部拢是正面的，有正面有负面的物件，只是讲确实有的人认为讲过去这公路嘛爱记掉的。其实人伊嘛贡献嘿啦，嘛是有毋管伊是为着什么原因啦，至少伊嘛是有一寡贡献，过去遐是有即款的讲法安尼。伊2年就甲完成啊，淡水即个水道吼，拄开始做水道拢做伫港口，因为港口这货运量大。水真重要，所以伊需要自来水，咱就是即个水道水啦，做水道的水道水。除了港口了外咧，就是国内头所来，就发展到即个市街啦、庄仔头啦，拢总有。所以无温泉的所在，就会使用水道水，水道出水来烘烧水。咱烧水是用烘的，对啊。所以汉字写燃啦，燃烧的燃。但是即个所在咱是念烘烧水，到了即个1938年的时阵，咱正常讲1895年就是台湾头一届，台湾头一年啦挂娘即个日本的时阵，到1938年就是过了说40外冬，其实嘛伫要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啊。即个全台湾统计全部公共浴场总共53座。全台湾真济嘿。顺便来补充一下，搁过3年的，就是即个1941年，即1945年到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啊，台湾就战败，日本战败，台湾就变成交出去啊，就对，无成功啦。即个以后有机会再来讲吼。那到1941年全台湾统计水道设施，咱讲你即个所在要有自来水即款所在，总共有157位。就做真侪水道建设对啊，真用心呐。无错当时台湾第一间即个公共浴场，就是伫咧即个1905年出现，伫咧拄则咱讲的即个北投，头一间公共浴场就是伫遐。是要安怎开设即个浴场咧？主要是安怎要做即件代志？主要就是讲为着即个公共卫生。其实当时台湾日本人来到台湾了，当然嘛受到真侪台湾人的抵抗。其实真侪人嘛是会感觉讲，你即个外族的人，你连话都袂通，凭什么？嘛真侪冲突。但是有一寡看法认为讲，当时死伫咧即个战争当中的人，阁无死伫咧传染病当中的人侪。迄时日本的相对伊的环境建设拢比台湾较好。台湾传染病真侪，因为卫生的问题啦，卫生习惯实在太歹啦。所以讲就是因为即个问题，让伊安尼做嘛是好的。所以就是为了改善这个物件，我一定要来把这个公共卫生甲做起来，才会使甲迄落。开这个浴场了，为了公共卫生嘛，敢若甲你意思一下，收一撮钱就好啊。就是要鼓励讲，大家来洗身躯，无错，毋通安尼太高暖咯。咱定讲一个人安尼。很邋遢的，太过，规身躯足垃圾，要臭面膜安尼就太高暖咯。甚至有感觉讲小可可能皮肤嘛有一寡问题，迄个感觉，像垃圾一个皮肤病。爱叫咧，毋是定来撸啊身躯，我是捌听过啦。有啦，不过都开始台湾人自然是无啥法度接受啦。因为过去都无伫洗身躯嘛，一定不习惯啦，无习惯啦。甚至佫会想讲。大家拢浸伫迄窟仔底嘛，一窟你身躯迄查甫迄第一太高病，过去太高病大家佫无一定太了解，但是总是你尻川嘛浸伫内底，你迄规副物件你嘛浸伫内底，我佫摕你这水来洗面，敢会看你即个敢有较卫生？感觉会惊去，碍叫安尼所以就讲哪有可能较卫生啦所以都真抗拒啦，无啥想要去即个公共浴场。到尾你知影讲你知影无？一般咱若去浸温泉，先爱先创什么？先洗澡啊，冲一冲才对进去。拢爱先洗身体，对，所以。即个后来台湾人就知影讲，原来头前有即款的过程，讲毋是讲你人都甲浸落去洗面嘛伫遐洗，洗喙嘛伫遐洗，啥物拢伫内底洗。无讲清楚啦。拢伫迄窟大家拢浸伫内底佫咱遮哪洗喙，拖来佫拖出来即个底下底无啦。家己爱先清洁好，才当落去。无人伫内底做遮个代志。佮知影讲原来有即个过程。有即个过程咧。佮慢慢讲原来小可会使接受啦。了后时来讲，敢若就袂歹咧，身躯拢轻哩。
嘿啊，那即个日本人来到台湾吼，因为迄个时阵就变成讲真侪日本人会来到台湾嘛，吼，伊就本来日本人就惯势咧浸即个温泉，啊，走即个行即个浴场，哦，定定伫出入嘛。对啦，人较进步哩。尤其是即个带人客的时阵，有当然招待一寡人客的时阵吼，特别都爱招待因去浸温泉。去泡温泉，浸温泉。啊，自然台湾人嘛会看嘛，讲啊，遐个好野人啦，日本人啦，嘿，就慢慢啊开始实行，吼，包括一寡遮个树新地方树新。尤其地方树新特别有员工嘛，会免趁食吼，但钱真济啊，时间济吼，平常时就写物件，啊，即个吟诗作对以外要创啥咧，就是来去浸温泉。啊，佮通啊帮开讲。嘿，无错。但是因为咱时间已经过半点钟较过啊啦吼。我本来准备一篇，想讲半点钟讲会了，看起来是爱分成2篇啊。所以这地方树新吼有一寡真趣味的故事吼，包括即个雾峰林家即个林献堂、林献堂。伊嘛就爱浸温泉，伊佫写日记哦，日记内底佫专门伫写伊即个浸温泉的时间，一个趣味的代志。咱后一集到时阵才来甲大家讲啊，佫有一寡即个甲浸温泉有关系吼，就是台湾人开始接受浸温泉、洗身躯甲浸温泉了后一寡趣味的代志吼，这就咱下一集才来甲大家分享。浸温泉啊吼，佫会当听一寡八卦。对啦，大家互相分享一下。先来最后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吼，就是一般咱台语电台讲浸温泉，有的所在会讲浸风水啊，有。因为有的所在是硫磺泉，或者硫磺泉，敢咱像打开伊是即个碳酸什么瓦哥，我袂记得。若去太平山迄度较硫磺，风啊味足重。你若是像即款像北投嘛是吼。北投我毋捌浸过，所以我毋知。北投嘛是吼，像即款硫磺味吼，即个风水味真重诶。像即款诶，因定定就讲浸风水。嘿，这几款诶方式。迄浸过，你浸风水，甲打开这，你都捌浸过，敢毋是？无共款，对。打开用诶，就当讲诶碳酸泉吼，应该是碳酸，啥物我高碳酸我袂记了吼。所以伊是清吼，甲迄款落风水味足重诶，风味足重诶，无共款啦。有啦，我讲迄个味甲迄个色质嘛无共款啊。是啦，有迄个色无共款。较是打开的即个水是透明的，你是看到来。较先自来水的。所以其实无啥共款吼，所以就无共款所在无共款讲法吼，有的所在毋是叫温泉，也叫风水，嘛无共款。那除了浸以外吼，咱有当时会讲洗温泉。有人会讲。这哪会是用洗？因为你比如洗衫是甲衫摕来洗，洗温泉就变成甲温泉摕来洗。其实我是感觉讲，无一定是安尼啦。讲法拢无要紧啦。因为洗温泉，但是讲因为咱伫咧浸温泉之前还佫洗身躯，对无吼？所以甲即两个物件合做伙来讲，所以洗其实是你讲即个头前的动作，温泉就是后壁的物件嘛。动词加名词无一定就是讲我一定是文化敢若会使有一款，其实无一定。洗温泉真济所在嘛会安尼讲，吼，所以咱嘛。讲洗温泉，我以前较少诶时候，阮一个当初住大溪，我着迄阵阵伫台北，甲伊转来去因兜过暝，真是咧，我就是去因兜洗温泉啊，洗身躯，因兜因本身阵拍几道温泉。对，因本身家己厝诶就是温泉啊，我着伫遐洗，所以得个浸嘛，所以嘛无毋对啦。对，其他正确的，嘛是，你讲嘛是无毋对。其他的所在我无确定，但是我知影包括着即个北投，大溪。有的所在，你若是拄是伫即个温泉有经过的所在，有接讲，你真正厝内水船拍开，水道头拍开，就出来就是温泉水啊。所以逐工你拢会使洗温泉。我有洗过，所以我拢会当浸温泉、洗温泉拢可以。好，咱顶半部吼，即个台湾人洗身躯的即个习惯的顶半部吼，毋知大家听了有啥物款的感觉吼，啥物款想法啊？听听诶，你若时间拄合会拄好，今日先去洗身躯。而家讲嘛是爱洗身躯哦，洗人家足轻松的呢。这是一个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嘛，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 来留话互我。当然嘛，真侪其他的平台啦，我若看会到就看会到。自然上好是你到即个 Instagram 还是 Facebook 顶悬来找找即个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那尤其即个 Instagram，因为我
图的关系吼，伊较重视的是图像吼图片，所以有诶物件我袂发伫遮，我会发伫即个 Facebook 吼，所以你若对较愿意看字，因为伫 Facebook 顶悬我会写较济字，做较详细一寡介绍。哦，所以你若想要更较进一步了解，其实你会使伫咧即个 Facebook 顶悬找亚特聊聊天。吼，啊，你若是想要看图，或者是一寡较接近我生活的物件，我会发较济，甲频道本身无一定有关系。吼，我生活的一寡图片，迄就是伫 Instagram 顶悬。啊，当然你两个拢会使去追踪起来。若是有对阮的节目有介意，你嘛是会使赞助吼，偌济钱无重要，主要是一个心意啊，我嘛一个鼓励啦。有接受着即个鼓励，我嘛拢会真欢喜，嘛会伫节目当中来甲你即个说道声吼。当然无一定是随时啦吼，因为我都是看着了嘛，单独音的时间。对，所以原则上大概拢是安尼。吼，当然你若有啥物特别要求，你会使伫即个赞助的时阵会使顺续留话甲阮讲。做会到，做袂到我都无法度吼。你莫叫我。在阮的能力范围内做会到，一定会尽力啦。或者是你有啥物款的主题想要了解，希望讲我会使来介绍无吼，有啥款的故事，希望我来讲。嘛会使透过即个赞助的方式，会较留话甲阮讲，吼，咱凡事拢会使做为参考。好，咱今日的节目就到这，咱甲大家讲拜拜，拜拜，多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